今年的星空真美。我看史书上记载说，九州的星空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，所有的星星都不在它前一日在的位置。可是好像自打我出生以来，这星星的位置便没变过。星空真的会改变吗？既然史书有过记载，那应该会吧，只是我们不一定会看得见。你看那颗星，好像忽然又变得明亮了。那是清许，是星空中少有的大星。很多人说，它代表的是这一代东陆帝王的命星。陛下的命星。那如今这颗星突然变得明亮，是不是说明陛下可以春秋鼎盛，精神强固？应该会。说什么？汤潜自命人闯入了军营，软禁了贺瑶，如今正在集结旧部，可能打算攻打天启。事发突然，城内官兵只有2万余人。陛下已经下令关闭城门，随时准备应战。汤潜自竟然如此冲动，他这次竟然想孤注一掷。现在天启兵力薄弱，陛下肯定会令各州府所有的刺史出兵，但是刺史不是军队出身，他们的反应有快慢。现在最快的方法就是让越州的陈赫然出兵，但是我不能陪你去。我知道你要先赶回天启，咱们兵分2路，即刻出发。我与汤潜自共事过，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。若是为了权谋，他不会揭竿而起。他心里有提篮，我想他是为了淑容妃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快赶到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你要小心。